有咩問題啊？好似條龍咁永恆都咁出色，有咩問題啊？我就係啦。係啊，但係啊，我姓侯噶嘛，全名叫侯龍恒啊，侯龍恒啊。點啊？咁我點啊？咪又係你個名？係咯，我哋都係咁嗌你啫嘛。唉，真係。侯龍恒，你企喺度。係啊，你咁大聲同個仔講嘢做乜嘢啫？話晒今次阿仔咧第一次出錢請我哋去旅行喎。係啊，我就係唔知道咁樣啦，所以先特登叫佢喺度，等我哋咧可以好好地咁多謝佢啊嘛。仔仔，多謝你。哎呀，唔使客氣啦。我問心公啊，啱啱過咗試用期，梗係帶大家慶祝下啦。不過話時話咧，其實我哋今日去邊㗎？嗱，講明先啊，我唔中意周圍行㗎，怕攰啊。哎呀，唔周圍行邊算係旅行㗎？係啊，放心啦，我就喺呢個大灣區屋咗個度假村，玩嚟玩去呢個村入面嘅。哎呀，咁啱晒你爹哋懶人啦！仲有啊爸，聽講咧，仲有人專人咧去照顧每個家庭，好尊貴嘅。哦，咁又唔錯喎。咩有咩尊貴啊？哎呀，好似你咁尊貴啊！你睇下你係尊貴啦！哎呀，冇咁多啦，冇咁多啦，我哋快啲行啊！喂，好啊，好啊，侯龍恒，你企喺度。阿爸咩事啊？喂，你又話搭完高鐵就到嘅，做咩仲未到㗎？頭先阿仔咪講咗咯，搭完高鐵仲轉多程的士先到㗎。啊，仲要搭的士㗎？係啊，好快就到番禺㗎啦。咪住，阿仔啊，乜廣州有番禺呢個地方嘅咩嚇？冇嘅咩？阿仔咧之前俾我睇嗰張單張啊，上面寫住咧廣州番禺㗎。係啊。單張喺邊啊？單張嚟喺。嚟啊！單張咧？好啊！呢個可能跌咗啊！點知道未啊？哎呀，揾下先，喂，你等一陣，咁都可以單張喺邊啊？哎呀，可能真係跌咗，點算啊？咦，阿仔，會唔會係呢一張？係啦，咁大張都係。我咪就係 book 咗呢個廣州番禺一站式多功能度假村咯。咦，係喎，廣州番禺個番字咧，真係同番茄個番字係一模一樣。可能咧，我哋少去內地旅行，唔係好熟啲地方名啫。係咁。咁而家點啊快啲去搭的士啦！喺邊度啊？係啊，前面個的士站啊！哎呀，仔啊，真係好好笑啊！哎呀，醜死怪啊，好尷尬啊！都話啊，廣州係冇番禺呢個地方㗎啦，係番禺。咪就係咯，好彩啊！的士司機咧識得廣東話咋，廣州番禺啊仔。哎呀，係咯，我都覺得咧讀個番字係有啲奇怪㗎啦。係啊，仔啊，你最叻咧就係馬後炮㗎啦。即係你報名嘅時候咧，我唔話你讀錯嘅咩嚇？乜你咁落後㗎？而家攞部電話出嚟，打開應用程式，篤篤剔剔剔，咁啊俾錢埋單咁就得㗎啦。嗱，我哋唔好再拗啦。咁其實啊，即係我哋而家到咗番禺未嘅咧？應該係到咗㗎咯喎，司機話到嘅，又唔見有名又剩。喂，有個人啊，我答佢啦。阿姐姐啊，我想問咧，呢度係咪廣州番禺一站式多功能度假村啊？係咪啊，仔啊？啱啱咪講完咯，唔係番禺啊嘛係。番禺係喎。阿姐姐，呢度係咪廣州番禺一站式多功能度假村啊？不好意思，請問是不是可以幫到您？佢係咪講普通話啊？我哋遊客嚟㗎，我哋唔識講普通話。我唔知道，請問一下，你們是從香港來的嗎？佢講咩？對，我們是從香港來的。你有冇咩啊？普通話。好嘅，多謝你啊！這裡是否廣州番禺一站式多功能度假村？廣州番。阿仔啊，你頭先咧係咪講緊普通話嘅番禺啊？但係你啱啱咧都係講話番禺，會唔會唔係 F 音啊，係 P 音啊？番禺。試下。廣州番禺，這裡是否廣州番禺？不好意思，那個廣州番禺。這裡廣州番禺。您說的這個是廣州番禺，這個是一個多音字。
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字，有时候读番，比如番茄的番，但是啊，如果是指地名的时候，应该读番，番禺的番。哦，番禺。所以啊，这里是廣州番禺一站式多功能度假村。啊，仔啊仔啊，係哇，佢講咗好多嘢喎，你知唔知佢講緊咩啊？係啊，大部分我都聽唔明。哦，不過佢最後就話呢度應該就係廣州番禺一站式多功能度假村啦。真㗎？係啊，有個牌啦。有乜個牌啊？請問一下，你們都是來這裡玩的嗎？哦，玩，對對對。哦，我想請問您是這個侯龍騰先生嗎？哎，對對對對。啊，你們好，我是這裡的服務員，哎，我姓單。咩扶碌員啊？扶碌員？我知啦，係嗰啲咧服務員啊，服務員啊。知啊，我睇我哋嗰啲劇集咧係咁樣叫嗰啲服務員㗎，服務員。我知喎，我有試下，就服務員。太多了，服務員。服務員。所以你是姓單的服務員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姓單的服務員。咩啊？同你傾咗咁耐偈，你先話你不是服務員啊？我是服務員，但是啊，我不姓單，我姓單，這個也是一個多音字。我們一起看一下，這個字有時候讀單，比如單獨的單，但是啊，如果是做姓氏的時候，應該讀單，所以我不姓單，我姓單。哦，其實咧我唔係好清楚佢講啲咩嘅，但係咧我見到呢個手上面嗰幕嘢咧，我就知道啦。嗱，一般咧呢個字咧喺廣東話嚟講咧係讀單雙嘅單嘅，但係如果作為姓氏嘅話咧，佢會讀作一個善字喎。咁可能普通話都係一樣，係一個多音字啊。有道理啊，阿仔，咁好好地讀翻啱人哋個名。知道。係單服務員你好。您好，歡迎你們呐來到我們的這個度假村，我是你們的專屬服務員，今天呐我會非常貼心的照顧你們的。等一等，你說你會照顧我們？哦，對啊，我會照顧你們啊。但是你是說普通話？哦，普通話。普通話。對啊，我只會說普通話。我是按照你們的要求來的。喂，阿仔，真係喎，你睇下嗱，廣東話冇剔，英文冇剔，普通話剔咗喎，點解咧？等我嚟。可以改嗎？改就是不要這個剔剔，要另一個剔剔。哦，您是要改是嗎？對對對。很抱歉，改不了，因為今天呢只有我一個人上班。我咧就唔知咧係咪咁嘅意思啦，我估佢就話咧改唔到啊，因為今日咧得我一個人翻工咋。類似啦。即係咩意思啊？今日淨係得一個淨係識講普通話嘅私人秘書嚟照顧我哋。我唔知啊。係啊，仔啊，我唔係要你問翻我啊，我想你問佢啊。所以嚟咗先我們的私人秘書。私人秘書？秘書就是飲咖啡、打字嗰啲您說私人秘書是嗎？對對對對。對，我就是你們的私人秘書。對，真係啦。好了，事不宜遲，讓我帶你們進去玩吧。來，請跟我來。咩人而家去邊啊？嚟都嚟咗啦，跟佢去玩啦。哎呀，好啦，跟住佢先啦。跟住佢啊！哎呀，剛剛說了那麼久，你們好像還是不是很懂。不過沒關係啊，我可以再給你們介紹一遍。我們這個度假村有非常多的設施，會有健身室、理髮中心、遊戲室、電影院、咖啡廳、甜品室。等，即係有冇有蚊子姐燒啊？蚊子豬仔。行街啊，蚊子行街啊，即係遊行都知嘅，遊行都小測試。簡介嗎？文字簡介。很抱歉，沒有文字簡介的。不過沒關係啊，你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，因為我是你們的私人秘書。我係咪有啊？冇啊。問佢呢個
地圖，我哋自己玩。我最叻睇地圖啊！好，又會由 Day 2，阿仔啊，停一停先。係你明明咧不嬲都講緊普通話噶嘛，點解無啦啦講英文嘅咧？但係咧，我哋今日只係 Day 1係第一日，唔係 Day 2喎。哎呀，唔係啊，地圖啊嘛，普通話咪 Day 2。真係你聽唔明喎。Day 2啊，打開由東南西北嘅東。这个是地图是吗？對對對。很抱歉，没有地图的。不過沒關係，你們想去哪裡我都可以帶你們去，因為我就是你們的活地圖。哎呀，佢咪又話好啊！哎呀，林子算啦！哎呀，仔啊，一日最衰都係你啦，點解啊？你錯晒啲嘢㗎？點解唔學啲普通話？你話你係啊，啦我唔小心剔錯啫嘛，同埋你哋都冇學好啦。講咩嘢你話我冇學好啊？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們嗎？沒有。老婆。阿仔。婦人。阿仔啊，做咩叫埋佢過嚟？我哋點傾偈啊？唔係㗎，咁唔緊要啦，我哋佢聽唔明㗎嘛，我哋笑住咁對住佢講咪得咯。咁其實點啊？即係佢係咪一路咧都會不停咁樣跟住我哋㗎？使唔使我問佢啊？千祈唔好啊！你一問佢咧，佢又會不停咁講普通話㗎啦，唔識溝通㗎。係啊，咁而家即係點啊嚇？我哋又溝通唔到喎，佢聽唔明我講乜嘢，咁咪仲衰佢自己話。不如咧，我哋真係唔好要呢個私人秘書啦。哎，你聽我嗎？睇嚟咧，佢跟得我哋好貼喎，我諗我哋一定要擺脱佢咧，先玩得開心㗎。哎呀，咁點擺脱啊？好簡單嘅啫，我睇電視劇都有教嘅。嗱，咁我哋咧有3個人㗎嘛，咁佢咧淨係得1個人嘅啫。咁啊，佢一個啊最多啊，咪淨係跟到1個人。嗱，我哋陣間呢3個人同一時間向3個唔同嘅方向跑，咁咧我最多跟到1個，起碼有2個玩得開心啊嘛，係咪先？係啊。咁佢會跟住邊個咧？哎呀，邊個唔好彩咯，咪跟邊個咯。喂，嗱，你哋2個唔準奸矛㗎。嗱，陣間咧我話走咧先一齊走啊。好，預備。1、2、3，走啊！跟住我喎，即係我就係好彩嗰個啦，即係我可以玩得好開心啦，睇下呢度係邊度嚟先？咦？呢度係健身室喎，啱晒啦！喺香港買咗一個10年嘅會籍，一次都冇做過啊！今次上到嚟不如做下 gym 啦，真係做下健身啦，侯先生您好。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我再一次介紹我自己。哎，我不姓丹，我姓單。來說一遍。丹。來，大家我們一起告訴他，我姓單。非常好呀，侯先生，請跟我進來吧。原來啊，我先至係唔好彩嗰一個。老婆阿仔，你哋玩得開心啲啊！來，侯先生，歡迎來到我們的多功能健身室。我們這裡的設施有非常的多，首先可以先試一試這個跑步機。哦，跑步機啊！哎呀，非常簡單，首先我們可以先站上去，哦，企上去。哎，我可以看見旁邊的天花板哦，旁邊。哦。哎，然後雙手扶着前面。哎，非常好，待會兒啊，只要我按開始，您就可以開始跑了，好嗎？我們準備了，開始。哎，可以了。哦，可以開始啦。咦，又幾好喎！有個私人秘書咧幫我做晒所有嘢喎，說明書都唔使睇，咁樣快好多喎。哎，快，您設加速是嗎？沒問題。
题，来加加做咩啊你？加加加做咩啊？哇呀！哦，停！好攰啊！哇，大家说侯先生是不是非常的厉害？哎，太厉害了！来，侯先生，请坐。今次又做啲乜嘢啊？我们刚刚进行完腿部的运动，现在进行一下胸部的运动，非常简单。来，我们双手举起，哦，举起雙手，然後往前加緊，加緊。哎，就像加緊人的加緊。你做咩無啦啦掂我個旮旯底啊？旮旯底？旮旯底啊！哦，您說的這個是胳肢窩，哦，就是這一個胳肢窩。哦，胳肢窩，哦，但係咧點解咧會有兩個胳肢窩嘅？哎，這裡有兩個寫法，但是都是讀胳肢窩。係喎，因為咧我哋有兩個胳肢窩噶嘛，嗱，一個胳肢窩，兩個胳肢窩。所以我剛剛整句就是胳肢窩加緊。哦，胳肢窩加緊。哎，這個也是一個多音字。我們一起看一下這個字，有時候讀嘎，有時候讀加。所以我剛剛說的整句就是胳肢窩加緊。胳肢窩加緊。哎，非常好，來跟我們的侯先生一起做運動吧，來雙手舉起。胳肢窩加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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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哎呀，唔得啦！哎，感覺如何呀，侯先生？痛痛哪裡痛？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們還有什麼運動？你們別走啊，等等。跑咗咁耐啊，嗰個服務員都冇跟住我啦。我仲唔係好彩嗰個。睇下我而家去到邊度先。哎呀，你睇下，係理髮中心啊！哎呀，我咧真係好耐冇剪過頭髮㗎啦，今次咧我一定要好好咁剪下我把頭髮先得。侯太太您好。哎，來，請稍等，我不姓丹，我姓單。來，各位，我們一起告訴他，我姓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來，侯太太，請跟我進來吧。原來我先係冇錯嗰個老公仔仔，你哋玩得開心啲啦。來，侯太太，歡迎來到我們的多功能理髮中心，請坐。哎呀，請問你想弄什麼樣的髮型呢？咪住先，你幫我整頭髮㗎？我是多功能服務員嘛。哦，你有喜歡的明星或者是電影女主角嘛？哎，我可以把您變成她呀，然後拍一個美美的照片，可以擺一個好角度，變成女主角。你講乜嘢？又爪啊，又雀啊咁樣。哦，這個是一個多音字。我們一起看一下這個字有時候可以讀角，有時候可以讀絕。所以我剛剛說的整句就是好角度女主角，好角度女主角。哎，非常好。來，各位，我們跟侯太太一起拍美美的照片吧。來，好角度女主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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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侯太太美嗎？咁醜樣嘅邊個嚟㗎？係我嚟㗎，係啊嘛？我唔見你個頭髮啦！哎呀，老公！你不喜歡我給你換一個嗎？
樣冇追住我啊，即係我係好彩嗰個啦。不過呢度係邊度咧？後面，遊戲室。唔知呢個遊戲室咧有冇 VR 遊戲玩咧？有就好啦。好，阿丹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姓丹，我姓单。然后再说一遍。阿丹。来，各位，我的名字叫我知道啦。阿珊。说的非常好。好了，头脑和先生，请跟我进来吧。個服務員追住我喎，即係我係好彩嗰個啦。阿爸阿媽，你哋玩得開心啲啦。来，喉咙堂先生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多功能游戏室。听说您想玩 VR 游戏是嗎？誒，對，VR。來給您。哇！誒，玩什麼㗎？玩天災。嚇？食咩齋？我唔食遊齋嘅。戲要開始了。咩啊？咩畫面都冇喎。誒，開始有畫面喎！哇，沙灘嚟喎，個國人嚟啊，幾好。這只是繞風雨的前進。嚇？咩事啊？做咩突然間咁大風嘅？咩事？哇！咩事啊？哇！哎，在你什麼都沒有準備的時候，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一隻怪獸。你是不是很怕怪獸？啊，對啊，我可以做什麼沒啊？關係，您還可以玩機。啊，咩知啊？哇！你冇過嚟啊，怪獸啊！因為您還有劍來還擊。嚇？攞把劍嚟還擊？哎，這個是一個多音字。給你看一下，這個字啊，有時候讀海，有時候讀拐，所以啊，我剛剛說的整句就是還有劍來還擊。哦，我明啦，還有劍來還擊。哎，非常好，來各位，我們跟他一起打敗怪獸，來，還有劍來還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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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來還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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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陣。怎麼啦，胡老先生？怎麼啦？我把劍爛咗啊，有冇有另外一把？哦，您的意思是它壞了，是不是？沒關係，我們現在還有第二把 GR188。嚇？要課金嘅？喂，我唔玩課金遊戲啊，俾翻你啊！哇，走啦！哎，不對，我給你點優惠嘛，您別走啊，等等我。哇！頭先啊個苦樣啊一路咁樣追住我啊，即係我老婆同阿仔玩得好開心啦。哎呀，但係佢哋而家又去咗邊啊？老婆、阿仔啊，後龍行。頭先嗰苦嘢咧係咁追住我啊！哎呀，即係老公同阿仔又玩得好開心啦。但係佢哋而家咧又喺邊度啦嚇？老公，仔仔啊！頭先個苦樣一路都追住我啊！即係阿爸媽玩得好開心啦。但係佢哋而家又喺邊咧？阿爸媽，你哋喺邊啊？我而家又喺邊啊？恭喜恭喜！阿蛋，我不姓丹，我姓珊。看来您的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呀，那就好，欢迎您进入我们一站式多功能度假村的新游戏区——普通话迷宫。普通話迷宮。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只要您能够准确地读出多音字，就可以离开这个迷宫。多音字？不用太担心，现场有很多的游客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去问问他们。没问题的话，游戏马上开始。
哎呀，早知學好啲普通話啦。哎呀，點算啊？普通話迷宮啊，多音字啊，點解咁難㗎？侯先生，阿丹，哎。山，非常好，来，侯先生，首先欢迎您来到这个环节。您看下面非常多的游客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这个时候啊，您啊可以先下去找他们幫忙吧。即係點啊？揾佢哋幫手啊！我想問下咧，有冇同學仔咧可以幫我答下呢個普通話迷宮嘅問題啊？等我去後邊少少先。我嚟呢度啦，好冇啊？你可唔可以答一答我，幫我答問題？咁麻煩你可唔可以企起身啊？過嚟呢度啦，過嚟呢度。好，那麼三福人問題是什麼啊？好，來，我們一起看一下這裡啊，這裡有2組的詞語，是不是？好，首先啊，請你用普通話讀出第一組詞語的讀音，可以嗎？可唔可以咧幫我用普通話咧讀出第一行嗰2個字啊？快樂，快樂，快樂跟音樂是不是？他已經改了他答案，而且說得非常的準確，是不是？快樂跟音樂，來，大家給他一點掌聲。好，非常棒。那我們要不要再試試看第2組，好不好？來，可唔可以麻煩你幫我試下讀埋咧第2行嗰2個字啊？可能有少少難過，不過試下。沒關係，試一下。好，來，可以再說一遍嗎？薄餅，那這個呢？口紅。口部，他剛剛給出了一個答案，我聽到了是同一個讀音，是不是？來，首先給你們一個提示啊，有時候我們在不同的詞語裡面，如果遇到相同的字，它的讀音啊，有可能是不一樣的，是多音字哦。那你也已經說得非常好了，好不好？沒關係，那我們一起學習一下它的不同讀音到底是什麼呢？來，一起看一下。大家看到嗎？第一個呀，跟我一起讀一遍，薄餅。薄餅。然後第2個，厚果。厚果。非常好，相信你們也已經要學會了。但是啊，我還有一個難度，來，我想邀請您啊，能不能嘗試選擇其中的一組詞語去造句呢？你可唔可以試下咧，用上面嗰2個字，或者用下面嗰2個字咧，去做一個句子啊？用普通話喎。來，你選擇。試下。我喜歡音樂，因為很快樂。你喜歡音樂，音樂讓你感到很快樂，是不是？給他一點掌聲。好啊，非常棒，謝謝你的幫忙。好，來，侯先生，請您上來。唔該晒啊，唔該晒各位同學啊，我可以走啦。恭喜您可以過關啦。太好啦，耶，唔該晒。呢度係咪嗰個迷宮啊？阿丹，阿珊，非常好，侯太太，侯太太你也是啊，先下去找他們幫忙。可以幫下我咧。不如我就跟住佢啦。Hello，你好啊，請你企起身啦。可唔可以讀下第1行嘅字啊？甲魚，好，那這個呢？放假，來，首先啊，他有說的非常好的，就是他有意識到這2個是不同讀音的，是多音字，而且讀得非常好。但是啊，我們有一個要稍微再注意的一下，就是這個字的讀音是假如，好不好？我們一起學習一遍，假如，非常棒。那我們就再試試看第2組，好不好？來，9組。沒收，沒有，是不是也說得非常好？那麼我們就一起看一下它的拼音是什麼呢？來，首先他把梅字這個讀音是不是說得非常好？但是啊，因為這個字我們遇到的比較少，所以有時候可能不知道它的讀音。沒關係，我們一起學習一遍，好不好？沒收，大家都說得非常好。好，那第2個就是沒有，非常棒。好，那麼我也要增加
加一下难度。想要邀请您啊，也是选择其中的一组词语来调试造句，可以吗？您选择上面下面都可以。哪瓶水好吗？我没有收礼物。圣诞节的时候你没有收到礼物，但是我们要把没收一起用上了，有没有想法？要把这两个词语都一起用哦。有没有想法？再补半句。圣诞节的礼物，我给妈妈多送了，所以我没有。哦，妈妈没收了你的礼物，所以你现在没有礼物可以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也是非常的有趣，来给他一点掌聲，非常棒，非常的踊跃去說出他的想法，非常棒啊，是不是？歡迎啊！唔該晒全靠你咋，中關同通關啊！侯太太，恭喜你可以過關啦！好嘅，拜拜。非常好啊，到您了，红龙先生来，您先可以先下去找他們幫忙吧。哦，好，等我揾下你哋幫手先。嗱，靠你哋啦，你哋一定要幫到我，知唔知啊？好啊，頭先咧舉手舉得好快嘅喎，好嚟，俾你嚟試下。好，好。来，我们尝试一下第一组冠軍是什麼？不方便嗎？大聲啲。跟皇冠是不是？冠軍跟皇冠，來給他一點掌聲。說得非常好，而且非常的準確，他有意識到這也是多音字不同讀音的哦。哎，那麼我們就再試試看第二組了。終點。跟住咧，還有呢？重複是不是？哎，這個也已經說得非常好了，但是我們再準確一點點，好不好？來跟我學習一遍，重點，重複，非常棒，大家都說得很好。哎，當然也要增加一下難度，就是要邀請您，能不能選擇其中的一組詞語來嘗試造句？有沒有想法？可唔可以做句喎？用上面嗰兩種或者下面您嗰兩種。選擇。我拿到冠軍，我拿到冠軍。跟住咧，我攞到冠軍。你剛剛說是您拿到了冠軍是嗎？冠軍好，然後呢，要把這個補上。那麼你的什麼東西是皇冠？你的獎品？你的什麼？獎品是皇冠，對不對？哎，非常棒，來給他一點掌聲。非常好，非常踴躍的去說出自己的看法，很棒啊！好，來，紅龍先生，請您上來。哇！我已經上翻去啦，唔該晒你哋。哎呀，他們剛剛都說得非常好，相信您也學會了吧，紅龍係啊先生。冇錯，唔該晒你。哇，多得你哋咋？紅龍先生，恭喜您可以過關啦！哇！唔該晒，我可以過關啦，再見。好，也感謝大家剛剛的幫忙哦。哎呀，又去咗餐廳啊呢度。誒，你點解會喺度嘅？點解你喺度㗎？點解你哋會喺度㗎？嚇，仲好講，頭先個服務員啊一路都跟住我啊。哇！你冇啲講喎，頭先個服務員啊係咁跟住我喂，你哋啊。兩個唔好夾埋整過喎！頭先啊，嗰個服務員一路同我一齊喎，仲喺度玩嗰個咩迷宮嘅喎。嚇，佢都有同我玩多音字迷宮喎。我都玩過多次迷宮啊。嚇，即係我哋三個人喺同一個時間喺唔同地方見到同一個佢。咁靈異。咁到底我哋去咗邊啊？唉，唔好意思啊，咁多位。啊，三服務員。哇，你哋啲普通話好好喎，不過唔使講普通話㗎。點解你識講廣東話嘅？係咯。我識講廣東話㗎。頭先係咁講普通話
話嘅？係咯。哦，頭先嗰個唔係我啊。你唔好整過我哋三個。頭先咧，我哋三個喺唔同嘅地方，我都見到你仲喺度玩普通話迷宮，唔通有好多個你啊？係咯，你可以咁講啊！唔係啊，其實係咁嘅，我哋呢個度假村咧就試驗緊係用呢一個 AI 人工智能機械人私人秘書服務。好複雜，即係點啊？唔複雜㗎，簡單啲嚟講，即係你哋頭先見到嘅嗰個我啊，係模仿我個樣去製造出嚟嘅 AI。咁犀利？係啊。而家我翻工咧都會用 AI 㗎。係啊，不過仔啊，嗰啲 AI 嗰啲嘢咧，真係唔好立亂咁用啊，因為好多時咧佢未必100%係準確㗎，用之前咧記得要檢查清楚先啊。我諗住咧翻香港咧用 AI 嚟學普通話嘅喎。唔係啊，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有檢查清楚嘅話，其實用嚟學習都好好㗎。但係咧，你哋用咗 AI 都出錯喎，咩事先？因為仲喺試驗階段啊嘛，所以咪少少錯誤咯。少錯誤，頭先好多錯誤喎。其實佢都係用咗普通話同你哋溝通，同埋想教你多啲普通話嘅多音字，想你哋好好啲普通話咁樣啫。咁已經好多啦。學咗咁多嗰啲普通話嘅多音字，我諗都唔止少少錯誤啦，係咪啊？係啊，仲有啊，頭先啊嗰啲咁嘅增值服務啊，我唔知係咪要收我哋錢㗎？咪住，你哋覺得頭先個服務係幫你哋增值咗？我唔多唔少都有啲嘅。咁就好啦，本身我哋公司2蚊有咩賠償嘅，而家唔使賠償啦。唔使有咩賠償先？唔係啊，冇賠償啦，冇賠償，你哋學公司㗎嘛。哎呀！多謝咁多同學咧咁留心咁專心欣賞我哋嘅演出喎，俾啲掌聲自己先啦！好，亦都多謝學校同老師啊，安排咗呢個時間同場地咧，等我哋可以同咁多位同學仔做呢個演出嘅，多謝晒。好啦，亦都好多謝語常會同埋語文基金嘅支持同撥款咧，我哋先至有今次嘅演出嘅，多謝。而喺今日嘅演出入邊咧，我哋講咗啲多音字喎，咁大家會發現原來除咗廣東話好多多音字之外，普通話亦都有好多多音字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學習普通話嘅時候咧，就要留意啦。好似頭先咁，如果我哋喺唔同嘅詞語入邊見到相同嘅字，佢哋嘅讀音係咪一模一樣嘅咧？咁只要我哋留意多啲嘅話咧，就好快可以提升咗我哋嘅語言能力同埋表達能力嘅。好，最後嘅俾多次掌聲，你哋自己，多謝。好，我哋係嚟自遊劇場，希望之後可以帶更加多演出俾大家。有機會嘅話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將時間交翻俾老師，唔該晒。好，謝謝，請大家再給大大的掌聲，謝謝他們。